次過推介3間超近 BTS 嘅曼谷4星酒店，價位都係300至700左右，性價比超級高。記得睇到最後仲有優惠碼送俾你，可以玩得再抵啲。第一間 Free Bangkok 300幾蚊一晚，間房闊落又乾淨，仲有張好大嘅梳化俾你攤唞下。一個街後就行到去 M Sphere 商場，超級方便。呢間係 Life Zen 日本和室風格，簡潔又有充足嘅自然光，空間唔算大，但係五臟俱全，功能性好強。房入邊仲有個洗衣機，每層亦都有共享廚房同埋工作間。樓下同一條路咧就係遊客必到嘅榮泰魚蛋粉，行埋出大街咧就係日本人區嘅 BTS 站啊，每晚都只係400幾蚊啫。再嚟如果想豪華多少少，方便多少少，超級推介日本集團索拉利亞，就正喺亞索 BTS 嘅上蓋，四通八達，隨時去 T21行街，唔使怕打風落雨，加上服務水準超高，仲有日式早餐 CP 值超級高。嗱，優惠嚟啦，睇埋落去唔好飛走住。Hopgo 平台做緊酒店折扣，而家有酒店9折優惠，用個專屬折扣碼仲可以再加碼85折。方法好簡單，只要喺 Hopgo App 度 search 個口令碼 Junomi 就會見到好多平酒店同埋玩樂揀，總值超過港幣600蚊。嫌麻煩可以去我的賬戶直接輸入優惠碼 Junomi 攞晒啲券先。機票、酒店、玩樂都有得揀。今次嘅重點咧就係酒店85折曲啊，記得入埋個曲先攞得到。而家就即刻 download Hopgo 旅遊平台攞盡啲優惠啦，詳情都可以睇埋 caption。